来继续来看台南有一个警员的办公椅啊，坐无半年就坏去咯，今去互处罚，怎样来讲出着背后一个温暖的故事？一个卡控这个照顾的太太，行路拜礼，这个警员看到，都甲办公椅啊当作是轮椅，一路甲护送，就等于到厝，阁是爱爬楼梯的这个老公务。警员嘛无第二句话，甲这个老太太当作是家己的老母啊，就甲抱起去咯。分局长知影了后，毋但无追究，阁要甲因表扬。警员协助这位行动无方便的老太太，但详细看，伊拄的毋是轮椅，竟然是办公椅啊！原来这位单身警员伫巡逻时阵，伫路边发现行动不便、还有控照顾的小姓妇人人，赶紧要求派出所支援治疗伊啊。伊用迄个人迄一个碰伊迄无伊迄啦，啊我撸入来，啊甲我带入来，哎呀，足热心的啦。就安尼一路路到伊住的所在，这老公务爬楼梯真困难，因此伊用解抱的。可以哈，你的脚小心啊！你把那个椅子再拉到这边来，让他再坐一下。嘛，因为这样特别的为民服务，这老伊啊坐半档就歹去啊。但是知影了后，我本是想要追究，不过听到这个故事咧，他嘛是做善事。不会追究这个损坏椅子的部分，但是我们更会将2位员警提报警察局的好人好事来表扬。小姓妇人人行动无方便，阁是一个人家己带，好在有善心的警员伸出援手，予伊是真感恩。